歡迎收睇環球金融快線，睇下今晚嘅外圍重點。奧巴馬新一份嘅預算案將會推措施振興經濟，包括咗會興建高鐵同埋建議環保車退稅等等。新西蘭財長透露，國家經濟可能會喺舊年第四季再度陷入衰退。德國央行總裁韋伯話無意連任，但係據聞佢將會任職私人機構，而唔係角逐歐洲央行嘅總裁。今晚咧繼續有黃 Sir 黃冠一同我黃海迪為大家主持節目㗎。黃 Sir 你好。你好 Heidi。你好嗱，下個星期就係2月14號，除咗情人節之外咧，亦都係美國總統奧巴馬啦公布新一份預算案嘅日期嚟㗎。嗱，消息咧就透露佢將會推出一啲措施咧去救經濟，咁當中咧就包括咗會啟動一個6年期530億美金嘅計劃咧興建高鐵啦。另外咧亦都會建議咧就係買電動汽車嘅市民啦可以獲得就係7500蚊美金嘅退稅。嗱，呢兩招都唔係啲咩新嘅招數，大家可能都即係聽過噶啦咁。但係值得留意咧，反而就係佢會建議咧地方政府咧申請聯邦政府嘅貸款去資助失業救濟咧，可以獲得一個稅務寬免，一年咧大約講緊就係36億美金嘅。嗱，先前喺我哋嘅節目入邊咧都分析過好多美國嘅地方政府咧面對住一個財政困難嘅問題。嗱，呢一個新嘅建議會唔會其實屬於係聯邦政府偷雞 bail out 地方政府嘅一個方法咧？Heidi 你都好感性嚇，即係呢個奧巴馬下個禮拜一嗰份預算案咧，就你即刻攞情人節出嚟同佢比較下。不過咧就奧巴馬都好感性，係買電動車有7500蚊嚇退稅，咁咧就即係好似嗰陣時 Cash for Clunkers 咁樣係嘛？即係你又係嚟呢一招，所以你話咧就即係橋唔怕舊係嘛？好啦，我哋講翻你嗰個聯邦政府，因為我哋講過俾大家聽就係話嗰啲地方政府係唔容許，即係根據憲法咧係唔容許地方政府破產嘅。咁唯有用咁樣嘅方法嚟間接去 bail out 呢啲咁樣嘅地方政府。咁冇辦法啦，你作為一個聯邦政府咧，你咩都要睇啊，人民又去睇，市政府又去睇，咩都去睇，係嘛？咁至於你話基建救國嗰度咧，就高鐵530億，而家以美國嚟講夠唔夠咧？我真係有少少懷疑喎，即係仲要用6年咁啊嚇。不過咁樣啦，而家咧我成日都同大家講，無論係聯儲局啊，即係中央銀行又好啊，政府又好咧，根本就冇自由市場啊，係嘛？全部都係干預啊、操控啊啲咁嘅嘢，你話下我話下你咁啦嚇。咁大家留意住即係新一份預算案，睇下仲除咗呢一啲即係消息傳出嚟嘅內容之外，仲有啲咩實質嘅措施啦。另外我哋睇睇新西蘭方面啦，都真係幾慘下。最新就係財長 Bill English 啦，就向國會透露咗啲口風，咁就話國家咧舊年第四季個經濟可能會錄得一個萎縮，暗示國家經濟嘅復甦咧會面對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嗱，睇翻新西蘭咧，舊年第三季咧經濟係按季錄得負增長0.2%嘅。嗱，如果去到第四季又係負增長嘅話咧，就會變成陷入衰退啦。就係2年之內嘅第2次，大家睇個圖已經睇到噶啦。以前我哋成日都講啊 double dip 雙底衰退，有冇諗過會係新西蘭呢？係咯，即係佢一路都覺得佢唔錯㗎。以前咧我都話過佢係有少少差，就因為佢有twin deficit 即係雙赤。咁點解原來出現 double dip 都有佢咁嘅可能咧？諗都諗唔到。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佢有機會出現 double dip 到啦，個新西蘭嗰個kiwi 咧都上翻去77、78嗰啲咁嘅位。咁係咪值得揸咧？我早兩日都同大家講就係話啲商品貨幣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咁所以咧喺高位其實都回落翻啲落嚟㗎啦。咁有一樣嘢奇怪咧，就係咧Heidi 你逢親去嘅地方，你去完新西蘭，新西蘭就叫 double dip， 你去澳洲咁澳洲又出現水災，咁下一站你去邊啊？下一站我覺得我估唔到自己會有一盞燈啊！咁我哋俾機會觀眾可以寫上嚟，咁話俾我聽，唔想我去邊啦，不如調翻轉嚟玩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睇下即係德國方面呢啲消息咧，就係德國央行總裁韋伯到底會唔會角逐呢一個歐洲央行總裁咧？就係近日市場嘅焦點嚟嘅。而家當未有啲咩新嘅消息嘅時候，當然啦就係謠言滿天飛啦。有啲傳聞就話韋伯已經表明唔會留任德國央行嘅總裁。市場揣測佢已經係真係轉戰呢個歐洲央行啦。但同時間又有啲消息又話佢唔會，反而咧就會加盟呢一個德銀喎啦。幾種可能性喺度，而家大家都係咁傳嘅啫，唔知邊個最終會落實。但係咩可能性之後會點樣影響歐元或者歐元區嘅政策呢？嗱，佢做呢個對出呢個
德國央行多出嘅呢個德國央行行長嘅時候咧，其實都冇咩特別嘢做噶啦，因為咧嗰個 single mandate 即係話咧，你個喺穩定物價水平嗰度咧就有歐洲央行嘅存在咧，就歐洲央行取代咗噶啦。咁如果你即係韋伯咧去做歐洲央行個行長嘅時候或者總裁嘅時候咧，咁啲人就會諗話喺德國咁驚呢個通脹，咁梗係咧就會提早啊或者預早加息，咁所以令到個歐元咧就企翻穩嘅嚇，或者係會上升。咁而家佢又話唔去啊，歐元可能等啦又，但係都等唔到去邊。歐元個底真係打得唔錯嘅呢次，咁咧就如果佢去呢個德意志咧。銀行咧咁揾真銀咯，係咪先？揾真銀咧就唔關事噶咯，乜都冇所謂啦。最緊係同老細同股東交代嘅啫，係嘛？咁如果佢真係德意志，我相信意大利嘅 candidate 咧有機會做 ECB 嘅總裁啦。咁大家而家要留意住就係韋伯嗰個即係路向會係點樣行啦。咁跟住同大家睇睇咧就係美國最新經濟數據。咁上個禮拜嘅按揭貸款活動咧普遍都係要下跌嘅。按揭貸款銀行協會公佈咗截至2月4號為止嘅一個禮拜，按揭貸款申請活動指數咧就係回落到去464.7㗎，比對上一個禮拜跌咗5.5%。咁主要咧就係受到個按揭息率啦升到去10個月新高嘅影響。同期嘅購房指數按星期計咧跌1.4%，再融資指數亦都比對上一個禮拜咧跌咗7.7%。跟住同大家睇睇咧美股今晚開市嘅情況啦。暫時見到兩個主要指數都係向下，道指輕微啦跌緊6點，就係做12,225點嘅。S&P 500都係要向下，暫時偏軟啊跌緊2點，做1,321點。嗱，繼續大家留意住嗰個magic number 1326啦，黃 Sir 成日都講 S&P 嗰個。另外今晚大家都要睇實咧，就係財政部拍債就拍個10年期嘅國債嘅。嗱，先前見到個10年期嘅孳息咧一度就上到去3.76厘呢啲水位，咁稍為而家叫回落翻啦，又應驗咗黃 Sir 你所講嗰個即係其實孳息咧唔會升得到去上去邊喎。係啊，嗱，即係呢個主要咧就係從美國嗰個，即係我從技術走勢嚟睇咧，佢嗰個孳息上到3.7厘咧，應該即係比較頂角㗎啦。咁上到去3.7厘就落翻嚟，呢次第二次上3.7厘咧又落翻嚟，如果回翻嚟3.7厘樓下咧，即係證明雙頂咧個孳息去唔到邊。咁亦都要留意咧，就係話個股市，我覺得就我都講住啦，1326啦，琴日最高1324咧，咁最多俾佢捱多個零禮拜咧，係咪？我諗點都要調㗎啦嚇。好，咁大家等多個零禮拜睇睇個位啦。睇完美股方面咧，再睇埋歐股今晚個表現啦。暫時係個別發展，富時100指數偏軟跌16點，法國 CAC 指數咧就係靠穩升1點，德國 DAX 指數都係靠穩，暫時升緊6點嘅。稍後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會講講越嚟越多嘅美國人咧傾向租樓住，令到個租金飆升，似乎嚟緊嘅通脹壓力都會加大。下一節翻嚟會詳細分析下。